2026年7月31日每日靈修，有主的愛在心中，不輕易發怒。628不輕易發怒。每日靈修小品經文：人有見識，就不輕易發怒。寬恕人的過失，便是自己的榮耀。箴言19章11節。小故事：有一位宰相到理髮店理髮，剃頭師傅怕得兩手發抖，沒等理完髮，他便神色驚訝的望着宰相的肚子發呆。宰相問他傻看什麼？他說：人家說宰相肚子能撐船，我看你的肚子與我差不多呀。宰相說：你真笨，那是指宰相有涵養，不與人計較。沒等宰相說完，理髮師跪在地上求饒，宰相大人饒命，小人剛才不小心將你的左眉毛剃掉了。宰相頓時怒髮衝冠，但立即想到剛才說的話，忙說：不妨不妨，你拿畫筆給我畫上一條行了。雖然宰相這次的度量看上去十分勉強，但畢竟還是赦免了理髮師的大意。默想：肯饒恕別人的過失，首先是對自己的突破。不輕易發怒的人，強如勇士。想一想自己是否不容易寬恕別人？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我們都是軟弱的人，彼此之間常發生衝突和傷害，而產生埋怨和怒氣。求主憐憫，幫助我們學習有寬大的氣度，學習愛人如己，以善相待，愛我們的仇敵，饒恕得罪我們的人。因為你說我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也必饒恕我們。主啊，願你在我們的生命中成就你的美善，願我們的生命在你裡面蒙福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